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这2日各地雨势愈来愈明显，昨昏花莲嘛咧落雨。虽然中央讲伫雾溪崩山湖目前是暂时无危险，准讲若一楼嘛袂做大水。不过宝泰看也咧做过内，已经有提早甲水尾900多人疏开，安置伫个收容所。 8月头少甲雨都拢扛起来，根据上新的观测，溪仔水对坝体下面继续流出来。伫太鲁阁堰仔口形成的入雾溪崩山湖，中央讲就无有马上危险。现阶段这样评估起来，目前因为它都是流回利雾溪，那对整个利雾溪，包括对下游的聚落并没有相关的这个危险性，大概都这个流量都还在利雾溪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 随着风势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这效应，就惊有地震性大雨侵袭花莲，增加崩山湖溢流出来风险。中央讲，尽管将来若是溢流出来形成烂土门的机会无悬，依然伫安全的范围。不过为着小心，提前来撤离下游900多位民众。30分钟就上来了，警察就会赶人哦。 当地乡长也解说提醒，19早起开放民众等于厝摕物件，不过未少部落民众伊都无愿意摕到收容所，家己伫富社村的篮球场、大埔旁来避难。只是当地雨势愈落愈大，经过协调可能了后，出动专车甲人来撤离。 宠物不可能放在家里放5天，都要饿死吧？进收容所怕收容所那边不方便了。我们有达成一个共识，是只要下雨，他就必须要听从我，因为真的是非常危险，而且生活品质会很差。 这阵收容据点包含有亚洲水泥的宿舍，也有秀林国中，有个撤离天数至少是5天。当地村长也继续公布，提醒民众莫停留，赶紧离开。未来天气若较好，两边的岩壁稳定，就来进行工程，解决这个崩山湖的问题。开边道上去把它挖掘，先挖一边，让水一流出去，然后稳定以后再拐手再转过来，再挖这一边，再过去。 崩山湖的飞机无解除，就是继续放假管制这路段出入，中央是继续观测风化风台的侵袭。记者综合报道。咱那入雾溪堰仔口崩山湖目前是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花莲县府宣布上新今仔日停班停课的消息，包括花莲秀林乡大天乡地区、中德村13林部分的所在。 富社村可乐1林部分的徛家，甲富社村民乐社区，今仔日是拢停班停课。都惊上大雨地牛翻身，会阁出现新的崩山湖。花莲一天累积的雨量，若甲200毫米，就会随发布撤离。也那马达岸溪崩山湖目前是继续监测水位。 大小雨关接路的花莲国防乡佛祖街，道路两边拢有怪手当咧清理落果梅，国军是贴沙包甲篷布，都是为着预防风台甲东北季风所引起的强盘效应带来雨势。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万一对着大雨是地动，马丹安溪崩山湖有望有可能崩滑。两边的岩壁若地震的话，或者是大的雨，如果上面的岩壁下来把这个我们的溢流口给遮住以后。 那这个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就新的危机就出现。桂连成表示，若一日累积雨量达到200毫米，中央会随启动疏散撤离警报系统，采取相关紧急应变作为，预防大雨。若中央动起来，伫光复乡街路，拢当看到民众伫徛街门口贴沙包。再来的话，还可以来得及来读这个。因为我会怕那个水，因为我一个人呐，我的铁门都还没做啊。 我再来用这个。预防雨势，搁省长花莲国福乡19透早，伫农业部林业保育署的安排，内政部空勤总队直升机搭载上台防灾研究中心，也有特殊队人员，顺利伫马太安溪崩山湖面成功导访导入小水位计，佮甲原本的测换小水位计配合，发挥崩山湖水位监测功能。 这2支水位计目前都已经正常开始运作，每10分钟会回传一笔水位资讯。相信马太安溪堰塞湖上游的堰塞湖以及应变，可以透过这2支水位计互相的搭配。无要互马太安溪崩山湖溢流事件搁发生，中央会继续监测马太安溪水位，只要发现有故障，才会当伫第一时间反应，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来关心天气。 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甲风神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
遮方平北部甲东半部雨势不了粗，而且温度嘛有降低。咱来看分图。气象署针对全台湾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嘉南、双北、桃园甲宜兰是大水雨的顶级，其他的所在嘛会落阵雨或者是上大雨。温度的方面，北部甲东半部温度有小可降低，差不多伫咧23度至25度，上悬温差不多甲28度。咱若中南部早暗时较凉冷，不过高温也是有甲30度至31度。拜六进前各地天气拢无啥稳定，咱若礼拜东北季风会阁增强，不过雨会较少。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拢开始变天。拜一、拜二，桃园以北的雨上粗，咱若金门的水头码头往回厦门的船帮，昨昏下晡已经停驶。大批旅客伫金门水头码头等待，因为天气影响，金门县港务处19早起宣布，今日海河海象无好，水头来往厦门互通，自下昼2点半航班结束，双向停航原定下昼返程的旅客才会当候补等待。我们7位，大人小孩7位。然后你接下来会，你现在排到几号会？领到了500多号。到下午2点半了。本来就2点半了。银行的嘛。伫台北市中正区，这栋大楼的地下室头前工作人员贴沙包，迎接刷落来连续落雨。东北季风大水气报道，这方面落雨明显，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嘉南北海岸、大台北、甲东北部地区注意，万一雨区扩大，更较明显一点。周1跟周2这2天预期是未来一个礼拜降雨最多的一个时候，在整个雨区的话，迎风面的雨区会再度扩大，包括整个东半。包括整个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在明后2天都会有大雨的现象出现。气象署表示，风性风台拜1到拜2相对上晚近台湾，虽然无直接影响，不过外围水气甲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形成的雨大会为北部、东北部带来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拜3起，虽然风台管理因为东北季风甲低压大影响，这方面会继续落雨。西北部甚至以北有连续落雨，未来1礼拜天气拢无稳定。入秋以来，影响我们最强的东北季风。紧接着又下来，它预计会从22号影响到24号。那因为这一波它伴随的这个低压带，所以说还是属于湿冷型的哈。气象专家提醒，除了有感降温，沿海风险也会开始明显增大。寒天烧来，天气形态已经告一段落。到日啦，后礼拜日也阁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来报道。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法国巴黎罗浮宫19早起发生重大案件，有几个后面的歹徒趁咧时间的时阵怎走入去，短短7分钟内就偷摕9件珍贵的珠宝。咱啊目前是已经找到一个皇冠，不过已经互摔歹去，目前警方要当咧抓人。来看《联合报》，台湾目前差不多有97000外的西药剂的患者。不过，去年有成功换药剂的，敢若400外人，这比例是真低。有医师就讲，药剂的来源无够是上界主要的原因，嘛呼吁都要加强捐器官的风气。过来看《自由时报》，国内有专家指出，目前全球有3大新型的毒品，拢是化学合成的定情剂做的，甲其他的毒品若连做伙，毒性是更较强，常常死亡的比率是其他毒品至少10倍以上。政府都要特别注意甲预防。继续咱来看合法的加烧粉，为17开始伫咧各大超商咧卖，不过包装顶悬并无写年固定的量，所以才卖一天尔就随落市。卫福部长赵忠良讲，因为产品标示无下规定落市回收，重新标示了后才会当搁卖。便利超商自这个月17开始，一旦卖合法的加热粉，卫生部长石仲良加国建所长沈正芬，还有地方的卫生局人员，第一天带队到超商稽查，也强调法律禁止卖粉品和也未满20岁青少年。请他特别的落实他店内的这些贩售人员的教育，特别要去强调停、看、问哦，他一定要停下来，要看一下，要问他到底有没有满20岁，甚至可以要求他出示证件。不过合法的加热粉因为无依照规定标示尼古丁含量，才上市一天就被下架。卫生部长石仲良讲，相关产品标示无符合规定，依法下架回收，这么已经全部完成。
再个重新正确标示了，才会使个采去你卖。从各卫生局呢传回来的稽查结果也发现呢，有一些标示呢不符合规定啊，所以呢经过内部的讨论之后，那么确定呢它应该依法那么要下架回收，它所有的这个上市规定还是应该要符合烟害防治法跟它的法规的规定，特别是标示上的要清楚。国健署表示，加热粉的业者应该照规定标示尼古丁含量。食药署已经研发加热粉的尼古丁检测方法，并且传好检测的量能。当时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肯定卫福部第一时间就依法要求所有无标示尼古丁含量的加热粉下架，并且赞成应该检验市面上加热粉尼古丁的含量，让大众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2天韩国真强的团体 BLACKPINK 因伫咧高雄开演唱会，不过却是有人伫咧网络顶骗讲会当倒买票，有30个歌迷钱花过了后，却是摕无票。目前警方已经抓到嫌犯，依法上班。拜六暗时，高雄市文主场馆外口有袂少歌迷，这人精心打扮，有人扫好手顶，也有人穿明星的乌粉代表色。只是最后一件人买票却是无到入场。这个韩国有名女团的买将，伫官方网站买无票，伫网络发现一个查甫人讲会使斗3天买票，本来约好入场进前交票，却是一直无看这个查甫人，赶紧报警察。8,000money， 很多，8,000到2万。哦，对，2万。5000到2万都有。警方讲，18伫演唱会现场外口，拘留外籍个人士报案到现场处理，原来是一个姓地查甫人讲会使协助买票，爱民众先汇钱予伊，结果伊无照约束提供这个门票，大约有50张。透过网络社群及朋友介绍，声称可以协助购买门票，疑似无法抢购到足够数额的门票，以致现场无法提供给已付款的10余位被害人。警方必要了解查甫人，初步统计受害民众大约30人，专案依照刑法背信罪以上求头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买这个演唱会，也是热门活动的门票，应该去官方卖票管道去买，以免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韩国有大学生伫咧柬埔寨参与诈骗，互凌迟死亡的案件，即嘛是受到众人的关注。柬埔寨有掠到64个涉嫌做电信诈骗的韩国人。18已经遣送登去韩国依法侦办。因若这是韩国第3届包飞龙机为外国甲嫌犯押转来，嘛是规模上大的一届。韩国警察厅出动190名警力，将滞留柬埔寨的64名电信诈骗嫌犯以包机的方式，伫18押解回国。嫌犯全部伫帽仔挂喙暗，用纱也扣伫双手的手铐。伫警员2人一组的护送之下，行出入境航站的大门，随即向移送到对因各组案件有管辖权的警察局接受侦查。캄보디아 당국이 체포가 돼서 우리한테 통보가 되면 거기에 맞는 방식으로 우리 법적 절차에 따라서 송환을 해서 우리나라 법의 심판을 받도록 하고 아울러 그 체포된 사람들의 국내 조사를 통해서 보이스피싱 규모를 조직을 전모를 항상 밝히는 데 주력을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这是韩国警政史上第3摆以包机方式为海外集体押解犯罪嫌疑人回国，也是规模上大的一摆。这批嫌犯有的是自愿参与诈骗，也有的是防强迫的非自愿者。联合国的资料指出，东南亚地区防假伫诈骗案的有约20万人。国际特赦组织指出，柬埔寨境内至少有53个诈骗园区，犯罪集团伫其中进行人口贩运、强迫劳动酷刑、剥夺自由、加没收。当年大约有20万韩国人去柬埔寨。韩国外交部统计指出，当地发生的韩国人防霸案件，2022年至2023年之间大约有10至20件，去年增加到220件，今年到8月已经有330件。整理有一名22岁大学生，从犯罪集团绑架虐杀案件见光了后，全国特警当局除了成立联合工作组去金边处理之外，总统李在明也指示主管机关赶紧铲除所有东南亚非法招聘工具。公司新闻王慧文编的。来关心美国的民众又搁发起示威，抗议川普施政袂像是皇帝共款安尼坏爸爸。
50个州拢总有超过2600场的游行，也那高是纽约市都有10万人参加。时间过将近4个月，全美50个州18个在举行无爱国王的街路示威。第一大城纽约市早起街路甲地铁的出入口，四界拢是手举各式抗议标语的民众，强调民主毋是君主制，迄个法毋是有无拢无要紧。现场也有各种创意的海报甲装扮，像甲川普为做苏联领导人的模样，口说伊是一个独裁者。另外，这纽约市经过估计选市5个区组织将近10万人。敢若是这市府广场第7大道就将近2万人，现场风客甲是拢袂过。大路两边甲天顶全程拢有警力戒备，过程平和有特殊，无任何特殊的行为发生。Well, I mean, you can see what's going on. It's horrendous, right? I mean, we're literally pulling people off the street. We have masked men abducting people, kidnapping people, disappearing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political opinion. That's not what we're supposed to be about. 相关世界拢是人的场景，也出现伫波士顿、华府、芝加哥、亚特兰大、奥斯汀、西雅图、洛杉矶这所在，总计有超过2600场的游行来举行。引发民众不满的问题，亲像移民执法单位非法的掠人行动、联邦国民兵进入地方、健保补贴互取消，甚至最近选区中为所带来效果等等。Everything is at stake, everything, and I'm paralyzed at home. Out here, oh my God, I can see in their eyes we're thinking the same way. We can't have this. We just can't. 也那人伫佛州海湖庄园参加美加一场爱200万块美金募款活动的川普，伫福斯新闻访问回应讲，家己毋是国王。共和党定名讲，这拢是极左团体 Antifa 舞出来，并且加这游行的集会搭上想分美国的标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加沙停火无到10天，以色列讲哈马斯有发射一粒飞弹，造成2个士兵殉职。以色列今仔日对加沙走廊发动空袭，而且宣布暂停人道援助的物资进入加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波以色列的空袭造成加沙至少18人死亡。来关心巴西17发生重大车祸，有一台巴士正向伫咧驶的时阵，去撞到路边的大粒石头，全咧变去。警方讲，事当时车顶有30个人，造成至少17个人死亡。风势风台扫过利宋岛，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目前已经有甲2万多人暂时先疏开。镜头转来咱国内，国民党主席的选举，这一届是郑丽文选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发恭喜的电报，也那郑丽文嘛有解说道谢，而且讲会坚持9二共识。反对台湾独立。国民党主席选举落幕，结果18公布由候选人郑丽文当选。对着外界关心未来党内整合甲路线问题，这位下任的党主席朱立伦19讲，家己未来最佳的角色是永远的志刚，会以感恩的心继续回报社会，协助党务，并且祝福郑丽文会用带领国民党更加团结、更加好、更加强。我想我最佳的一个角色是永远的志工。那当然大家会有一些期许，会有一些担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大家能够团结努力。国民党党中央19中昼也收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来贺电，郑丽文也回复电文致谢，搁再讲坚持9二共识，反对台独。也那选后安怎团结党内，国民党立委王宏美呼吁，应该快速修复甲其他阵营的关系。所来主要目标就是2026年选举一定要赢。希望说郑丽文能够快速的去修复跟其他阵营之间的关系。2026的县市长的选举，我们一定要赢，而且要赢得漂亮。不过，由郑丽文过去把严厉批评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国家也关心票数的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合作。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讲，无什么代志是放袂落，过去部分早就过去了。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为了台湾，为了人民，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昨天晚上，我是跟柯文哲主席在一起的。那针对联合政府接下来推动的步骤以及时程，我们昨天晚上有进行非常缜密的讨论。民进党是对新任国民党主席有2个期盼，一个提醒，希望国民党会使回归理性论证，把国家利益放伫政党之上，共同面对当前国家安全的挑战。
根据国民党规划，党主席选举结果出来了后，会伫2月公告党主席当选人名单，2日会甲选举结果登报中常会协议，在1月7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新旧任的党主席交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台24线真正有人骑改装车，毋那批真向搁更叫，实在是真危险。统计为今年到今，抓到超速都有1300多件，违规改车的有650件。我无钱。为了讲完赛过车，互民众比讲听无讲话声。台24线是连接屏东县、三地门乡，也有雾台乡主要道路，沿到阿里瀑布这有名景点。假日电路民众骑车、赛车来，不过也出现改装车、轰轰叫、声音伤大声、车速伤紧的情形，当地民众真困扰。摩托车骑那么快，开那么快，就压车啊，或是那个飙车那个，哇，受不了他们了。开车子下山的时候，很恐怖呢。这拜六，当地警方结合环保局第3地检查所处地改装白烟管，也有车体这违规行为，也经由移动测速翕相来处地超速。一天内有16件违规，其中一个违规改装车就有11件。截至目前为止，共计举发超速、无照驾驶、变更车体设备等违规2000余件，受伤交通事故由去年的103件。降为今年的67件。警方讲，今年5月起，交通队假日下不时结合监理站，也有环保局稽查，重点伫处地超速，也有改装白烟管以及车体变更这代志，也呼吁民众伫台24线出入舞台、佮部落的路段，拢设有限速警示的标志。为了确保用路人甲部落民众安全，应该爱确实遵守这速度限制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十八时阵，伫咧桃园机场有一只牧羊犬要托运的时阵，煞是走出来，伫咧飞行机坪安尼撞来撞去，加在是无影响到飞行机抓。因为航空公司这边嘛爱检讨托运动物的停驶。原本应该伫运输笼仔内底的边境牧羊犬，竟然伫机场的天气坪一直走。代志发生伫18暗6点外，中华航空 CI131航班。入境下回时，发生旅客托运的边境牧羊犬脱逃的意外。在机场还有这样奔跑有点危险，肯定是影响飞安嘛。飞机要起降，然后你有狗在那边跑来跑去，那不太安全吧？机场公司接到通报，第一时间启动野生动物影响机制，调派人力甲各项作业车辆，到日走找，继续监控跑道甲周边安全。暗时8点50分，伫机场南边宽场道附近找到狗仔。确认全程无影响航机运作。活生动物基本上因为避免它在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焦虑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最后上飞机，那最早下飞机。然后对于这种事情的发生，除了笼子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第二层的保护？看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机制，再去做一些控管。学者表示。机坪作业是高频高噪音环境，可以造成外生动物焦虑甲无安全感，煞来逃脱。机场作业任何一个疏失，拢可能会影响飞安。机场公司也强调，已经是要求航空公司甲地勤单位检讨动物托运安全定数，也要求因伫 SMS 安全管理大会中来改善说明，确保空车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到今有超过70%为外国来观光的旅客会去行大的所在，拢集中伫咧6都，而且比去年加1成。有学者就提醒，其他的县市政府嘛都要照顾观光的发展，才袂动起平。唱歌金龟塔囡仔穿万圣节装扮的服装来参加活动，多好是假日。因空过街路上人不哩多，也有真侪国际旅客。Food delicious and people very kind, so good. 我来了2、3次了，应该3次。哦，都去我们哪些地方玩呢？哪些城市？都是台北。台湾观光创新协会发布最新调查显示，外籍旅客来台湾目的除了工作以外，观光占的比率是35.8%，留校也将近2成。旅客心目中认为上届宜居的城市以台北市首选，再来是桃园甲新北市。相关的公共资源各方面都是比较充足，而且在外语国际化程度也比较高。北桃这个算是一个共同的大生活圈。
那桃园呢往上冲的原因，那是因为它的交通离台北很近。交通方面资源丰富，真侪外籍旅客选择机票。前瞻观光政策研究室统计，今年以来六都游客人数大大增加，占的比率达到72.5%，非六都敢若占27.5%。甲去年比较，六都占的比率6成外比，差距更较大。分析除了今年新增加的景点大部分属六都以外，大型体验活动大部分集中伫六都是主要原因。可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算是比较这种短效型的活动啦，对啊，变成说那个景区比较偏远地区的这些活动，它的聚客效果可能没办法聚那么多人，整体的 KPI 看来也没那么漂亮，所以大家就比较关注，就变成是这个投入到商圈里面去。学者分析，都会举办活动固然吸引游客，也不过也因为交通方便，旅客留来过年机会降低，会造成票大几率降低，影响旅宿业。另外，学者建议政府爱投资更加多心力，在资源不足的非六都地区，和观光平衡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国运动会18伫咧婚林起鼓，不过煞是有民众反映讲，这路线的安排是规个乱糟糟，有票的袂当入去。无票的煞是早就入去坐啊！官府解说讲，开幕典礼因为人伤多，为着要确保安全，才会控制人数。民众依照百米的速度进入运动场买卡位。为上观点看，人拍拼往前冲，这个时阵场内已经客满人。等到暗时7点，全运会开幕典礼就要开始啊！场外是有大批民众防挡伫外口，就算有票也无法度入场。小朋友没有办法进去啊！晚7点啊，那是咧装笑的啊！有民众去到当场将票拆掉，受气阁无奈，甚至甲工作人员去冤家。114年全运会18暗，伫婚林县立运动场进行开幕。来自全台外万名选手甲教练同齐做伙参加典礼。暗时也有热烈选手之夜暗会，真侪人为着想要参加，依照规定提票要入场，也不过到现场才发现无法度入去。有票的进不去吧，然后没有票的4点多就来了。我们昨天本来是6点多要进来，进不来啊，因为太多人了，进不来啊。可是到最后是去看电视转播，对，从头看到尾。官府解释，迄日人料想袂够济，虎年高层也来参加，可能为安甲安全，且启动用流管制。那在当下那个时间点已经达到就是人有的一个管制的一个上限，所以我们就启动的这个管制的一个机制。那等到开幕典礼结束之后，就是我们的贵宾也离场了，运动员也退场了，那相关的一个场域的空间就腾出来，我们就全面开放。婚林县府表示，开幕典礼退场了后，才是选手之夜，了后就全面开放。观光人流过程需要时间消化，因过民众批评动线混乱，就算有摕到票，也是无法度入场。对县府无法度有效应变，不少人真不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屏东恒春办菜糕高平摄影的比赛，特定的作品公布了后，是引起众人的质疑。有人讲，这摄影的角度根本是一般人无法度入去的所在，认为这比赛无公平。那电工所是讲，确实是无注意到参赛者身份的问题，以后会避免再发生。这张相片是今年2025年恒春市高平摄影比赛的冠军，角度对屏顶翕落来，甲比赛人员的表情甲团体合作的情况呈现了解清楚，受到评审的肯定，得到第1名。不过15公布比赛结果了后，有民众伫社群面顶批评，认为摄影比赛评分方式无公平。伊伫赛场的顶管遐，若毋是工作人员翕袂到啦，因为一般的民众翕袂到，所以这得奖这小可有点仔瑕疵啦。你说不公平也是有，但是你这样的画面来看的话，他是可以看到他的脸部表情。有民众答问讲，因为高平4颗位啊是围起来，得金奖的相片翕相的角度毋是一般人会当入去的所在，认为参赛条件根本无公平。其实这个比赛去年就有争议，结果今年又发生。主办的恒春电工所表示，确实无注意到参加人员的身份，单纯对相片的内容评分尔，因未取消这摆名次。承揽厂商他聘的那个摄影师都看不出来这是谁的作品嘛？是。那所以这个评审过程，我们是看到这个作品是好的啊。至于说那个角度是由上而下是没有错，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
明年我们在办的时候，我们就会限制相关的人员。照片的创意跟取景的角度，我们评审一致觉得非常赞赏。屏东乡村镇公所去年摄影比赛就爆发乌箱争议，今年原本要停办，落尾是降低奖金、加强评审制度，结果佫发生冠军是合作厂商的代志。镇长讲，明年会甲参加人员的资格做调整，互比赛佫较公平。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关心，昨昏有20个印尼的移工去劳动部遐抗议，讲中人因是一只牛甲因剥双领皮。讲中人会要求移工伫咧契约到期了后，爱另外付5万至8万，才会当阁继续做。所以希望政府会当建立监督的机制。因劳动部这边是讲，中人公司若是乌白另外收费，上当会当罚20倍罚款，而且停业处分。杜绝买公费！杜绝买公费！大声喊口号表达诉求，台湾移工联盟甲几个团体代表会同20岁遭到中人非法收买工费的印尼移工，组织伫劳动部门口召开记者会，要求劳动部长洪胜汉提出具体消灭买工费的办法。Beberapa waktu lalu, majikan kami ingin memperpanjang kontrak kerja kami, namun agen meminta kami membayar biaya uang perpanjangan kontrak atau uang job sebesar 50.000 hingga 80.000 NT per orang. In Taiwan, charging transfer fees is illegal. Yet brokers continue to demand these fees, and they are shockingly sometimes tens of thousands of Taiwan dollars. This is not just unfair; it's abuse. 受害20岁印尼移工团结起来，要求中人依照法律退还买工费。雇主伫听到申诉了后，邀约一间新的中人公司，伫 NGO 等各方协助之下，中人伫几日前总算退还买工费。我们要求劳动部，即便中介退还了移工买工费，劳动部也应该要彻查到底。我们要求见劳动部长洪胜汉，提出具体可行、可以解决消灭买工费的方法。台湾移工联盟也提出5点诉求，包括是禁止中人收移工来台的中人费甲买工费。印尼甲台湾政府爱建立透明佮严格监督机制，确保移工伫就业甲转换雇主过程无受剥削，彻底处理中人伫移工转换雇主过程中的非法收费行为，扩大直聘制度，对非法收买工费的中人甲相关单位采取严厉处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10月份起啊，应该是当咧大出，不过今年中南部因为做风台，产量敢若剩2-3成尔。新埔的气果嘛，同款受到影响。头家讲，养过这个时阵，拢爱找人来斗削皮、斗拍气果。不过今年煞是做2工休3工，实在是真无奈。金黄色起啊，拍在架仔顶，吸引袂少游客专工来翕相，囡仔食了嘛，学了好食。不过今年拍气果场面，甲过去比起来实在差真多，主要是因为进前中南部受风台关系，气啊产量减少，嘛影响到气果数量。好像比往年还少，因为不晓得是我们太早来还是怎样，觉得今年的那个成绩好像店家也有说那个产量比较少。就是之前有来过，然后觉得拍照蛮好看的，之前后面都会有啊，然后旁边那边也会有，就会整个摆满这样，就是比较少一点。新德地区因有高港风，后新埔当地气果加工业特别出名。头家讲过去这时阵对农民迄边，逐工会当收我3000斤的气啊，即马变做1礼拜干那来2000斤。往年的话，他们是会像现在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进来3000斤啦。哦，今年的话变成说1个礼拜只来一次，才2000斤而已，所以量变成非常非常的少。天气很好，但很可惜就是没有柿子可以做。因为今年气果产量减少，嘛后今年的价格对一盒12粒气果140块，去到一盒150块。民众今年想要接着气果，恐惊要加开一寡钱啊。记者徐君豪新潮报道。咱中华溪湖甲大村是宝岛主要的产地，当年修整了后，弹条的藤啊，差不多有6000栋遐济。即嘛透过拓怀过程，会当加做环保燃料再利用，这嘛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回收车载回归车废弃的葡萄枝条，随后放送入顶路。这枝条毋是要直接烧掉，而是要转化佮利用。阮目前有2条，伊一工
天啊处理是400公斤，今年的总处理量是146吨。中华的溪湖甲大川是国内重要的葡萄产地，当年修正产生的废弃料都有6000吨，加上产业养净差的农业废弃物，当年大约有2万多吨的数量等待处理。农技署就安尼鼓励中华业者以新型药路来处理农业剩的资源材料。无毒的，以农业来讲，伊会使做咱真好的一个就是滋养材，伊会使固碳。这项技术是将废弃的农业剩的主管材料，像葡萄藤、芭乐枝，经过高温碳化了后，转化做橡木炭，而且重量只存原料的30%。出炉了的粒仔经过检测，除了无含有害物质，用途也真多元。就是花可以延长花期，然后花的色泽也会比较鲜艳一点，然后就是会再持续在测试。省工哦，在被兰花的过程中变成就是这么简单。放下去就种好了。农水署甲制作业者估计，目前当年会当处理150至240吨的废弃枝条，产出大约50至80吨的橡木炭。那会当全面处理当年所生产的6000吨葡萄枝，有5产代会达到2.4亿，也解决农业村的主管材料的问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了响应联合国国际查某囡仔日，家己办行读的活动。带民众做伙了解较早在地女性的成就，嘛透过增加美容的课程，鼓励女性展现自信甲创意。增加美容的老师替大家来示范保养指甲甲美容的方法。参加活动的学员配合老师教的步数，自由发挥美容家己的指甲。看到家己的指甲水当当，参加的女性民众大家拢感觉心情真好。你咧结婚的时候有擦过1次，到现在60几岁。又擦第2次，所以我心情就好啊。今天就不用煮饭了。嘉义县共好生活协会甲嘉义县社会局响应联合国的国际查某囡仔日，伫埔子举办台湾查某囡仔日的活动。活动为100年历史的青木屋开始，佫包括配田宫、埔子女子公学校，透过行读带民众来入捌埔子较早在地女性的成就，嘛利用增加美容的课程，鼓舞女性展现因的创意甲自信。埔子地区伊的历史吼，应该我们听过别个老师的演讲吼，然后对女性伊的力量吼，改变这个埔子地区也是改变这个世界，我感觉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所在啊。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互咱埔子人、各外地人熟悉咱埔子杰出的女性的表现。嘉义县社会局表示，透过医疗、教育、信用甲商业各方面，串联这条在地女性生命故事的行读路线。除了希望带动埔子地区对性别发展的尊重，嘛希望会当结合学校教育，传承在地历史，落实性别平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即马台湾博物馆甲民间团体合作，要培养志工用台语来解说铁骑路的文化，上紧按算年底就会来实施。安尼做，毋但希望推动语言平权，嘛互民众会当对咱台湾的历史甲母语有无共款的体验。先300万做这个模型吼，拢用电动的。志工用台语小解铁骑路的文化，台湾博物馆和台语路协会合作推出教育计划，培养志工用台语来解说。参加志工讲，伊细汉的时阵讲台语是互发钱的年代，听到政府推出台语导览就来参加，毋但会当学到专业知识，也会当甲台语慢慢啊捡回来。我来参加导览吼，我会当四界来看这历史的建物啦，我拢会当了解。可能有听众来，有民众来吼，咱会当甲这台博物馆内底所有这历史啦，还是等等，会当甲大家分享。我感觉这真好。参加台湾博物馆验收的这批台语志工有10多人。台博物馆表示，用台语来做导览已经实行2-3年，1个月就有20多场。平均逐工拢有台语导览，效果和反应拢真好，所以才伫今年佮推出结合铁路文化的活动，打算年底也是明年正式启动。17先做成果验收，未来民众就当感受到因的专业。第30个志工，因的台语拢非常的好安尼。因本来就是讲铁道部的
导览，因本来就讲啊真好安尼，啊，佮结合台语安尼吼，啊，就希望讲你看咧今年也是明年吼，大朋友小朋友来到剃头部的这个所在吼，会用台语来熟悉咱的剃头的文化。为着要推动语言编传，未来台北馆和台语路协会也会继续合作，培训台语导览人才，提供更较侪本土语言的导览场，创造台语环境，实现台语主流化，也鼓励民众来社博物馆听台语导览。记者陈心彤、林碧海台北报道。体育消息来看，中华职棒总冠军赛昨天进行第2战，乐天桃园队以2-1拍赢中信兄弟。目前总冠军赛乐天是2-0领先。根据较早的资料，看这个盘势，乐天摕冠军的几率有到88.9%。林立对李伯登来讲会是比较头痛的打者。这一棒打左半边，左中外野方向飞球，这个球过了。这开球就攻出杨春炮，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史上第一球第一个打席就攻轰乱的第2人，前一场3-0完封抢胜。乐天桃园伫咧客场搁再出战，第一球就先提分，到第7球顶半球一个人出球完瑞，即马要讲的是挑战赛表现正赞的林子伟。林子伟打成一个软弱滚地球，要考验一下姜昆宇传2垒，一垒这边没有机会了。那这个滚地球带有1分打点。乐天摕到2-0领先，因那中信兄弟今年总冠军赛前2战打球拢无发挥，8连续15球拢无提分，一直到这场的第7球下半球，柯基宏攻出2垒安打上垒，对方球不到偏去才顺利提分。哇，那这样子的话要得分了。结果是用这种方式来中断连续没有得分的记录。中信兄弟总算摕到分数了，第8球下半球搁再反攻，无人出球完垒，机会正好，因不正可惜拢差14啊无摕到分数。乐天桃园先发投手魏能弟，这场比赛表现正赞，到7局用94球，这个人被攻出3支安打61分，桃园队2-1摕到2连胜，摕到胜投加单场 MVP。直球 high fastball。根据历史资料，总冠军赛史上前18遍出现2-0领先的球队，上面有16遍摕到总冠军，机会是有到88.9%。这个人2遍连胜2败的球队，上面逆转摕冠军，包括1997年李全龙、2016年1来赛牛，所以中信兄弟要摕冠军的机会，这个人11.1%。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我来看，伫咧意大利举办的世界鸭蛋棒的比赛。这届咱台湾队摕到总冠军，伫咧意大利经典之作甲巧克力豆口味的作品，拢是摕到头名。伫这场世界比赛，全球的高人是先拼先。咱台湾的赖依君、蔡玉君甲杨世君，靠天然酵母的技术、气味的层次甲实在到达，真下评审甲现场观众的口味。因那赖总统嘛有专工送贺电加恭喜。即马机器人嘛会当做新路来斗骹手哦。伫咧阿尼巴尼亚的一间卖电路的店头，有引进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那店里的人客真欢喜，生意嘛成长超过3成。伫阿尔巴尼亚这间意大利式的点心店，最近有一个新的女服务生。梅丽莎是头家今年设计对中国买来机器人，身高160公分。穿白色的洋装，和红色的围裙，会晓讲阿尔巴尼亚话。常常看到伊旁边啊出出入入，真专业。这间店伫咧西部的港口城市杜勒斯，因卖上好的就是梅丽莎这么旁的艺术造型饼冰淇淋，有真侪外国观光客专工来食。We just came from Belgium to spend some holidays in Albania. It's the first time we came here in the bakery. It's very nice. Very good cakes, and it surprised me. New technology, Melissa. Yeah, it's very funny. 这么除了来遮食点心，也有真侪人是专工来看梅丽莎。Ishte një dëshirë të madhe për klientelën tonë. Donin ta shifshin, kishin dëshirë se si shërbente, kishin dëshirë se si heste. Konkretisht më shumë nga fëmijët vinin me prindërit që i shoqëronin. Edhe kjo na solli një rritje të konsiderueshme klientele në Pashëri Çalda。业者讲，梅丽莎来了，因的业绩成长3成到4成，是因一开始无想到的，而且其他员工对梅丽莎也真接受。Bjem pjatat pala, domethënë shumë një ndihmë shumë e madhe.
头家讲，伫所在来观光旺季，会买更较侪台机器人，因过毋是要取代其他员工，是甲因斗相共，做代志更较有效率。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巴西咖啡的产业嘛是受到冲击。不过有一款鸟屎咖啡，真倒是真抢市，就算1公斤下代票差不多4万块，销量也是下叫。有听过鸟屎咖啡，敢有听过鸟屎咖啡？你即马看到这种黑色的巴西原生鸟、雅库鸟，是巴西咖啡业者赚钱的超级王牌。因为对伊的屎内面提炼出来鸟屎咖啡，1公斤会当卖到代票4万。O grão de café, ele é tipo uma esponja, que ele absorve tudo. O jacu ele não só come café, ele come frutas também. Isso dentro do papo dele, o grão de café ele vai absorvendo as características dessas frutas também para dentro do grão. E aí fica ali dentro do grão. Quando eu torro este café, potencializa muito e faz com que esse café seja um café frutado, um café com acidez mais equilibrada, um amargor bem mais equilibrado. Então, 雅库鸟消化过咖啡豆，袂苦袂涩，酸度拄啊好，口感是香甜香甜。一开始咖啡农是正讨厌这种专工伫咧经好过之正的大鸟，要啊学印尼成香鸟咖啡了，伫鸟屎内面开发出极品咖啡，不过正高工产量少。A gente produz atualmente em torno de 2.500 sacas de café por ano, tá? Café do Jacu, uma quantidade bem pequena. Café do Jacu é micro nano lote. A gente tem atualmente em torno de 1.500 quilos de café do Jacu por ano. 鸟屎咖啡气味好，好啉，量个少。伫海内外市场销售拢正好，继续一直起。伫巴西国内，抑个日本、英国的销售是逆势增长。就算美国对巴西扣关税，也是挡会牢。A gente faz cafés orgânicos, cafés de qualidade. E café de qualidade ele tem valor. E este valor ele é procurado em várias partes do mundo. Então a tarifa é complicada? É, mas a gente consegue escoar a nossa safra com mais facilidade. 美国是全世界上大咖啡消费国，8月初加扣巴西50%进口关税了，巴西咖啡对美国出口1个月半7成。专家讲，鸟屎咖啡产量少，带动整体产业靠品质扩大销售点，摆脱对美国的依靠，可能会当提供其他的巴西主要咖啡品项伫这边的关税战一个解决的方法。公司新闻温凤仪编辑。纽约2年前开始推动用喷后肥的计划，唔但当减碳排，当年阁会当减4万吨的粪扫。怪手把粪扫卡起来，放入去处理设施内面，经过排散瓦水，要变做对土有帮助的堆肥。这是美国纽约时态等等的堆肥处理厂，平均一天爱接收处理100吨到150吨来自纽约各地喷有机物。像天叶啊落较多，一天阁会加250吨的有机粪扫，拢摕来做堆肥。因为之前纽约市街仔路拢正垃圾。而且伫疫情迄段期间，清洁人员无够，清运粪扫真困难。为了要改善这种情形，纽约市政府2020年10月开始伫红桥区推撒堆肥收集计划，有效减少当地差不多1270万磅的有机废弃物入去粪扫场，互清运的成本减1/3，佮增加3倍较低的堆肥，互当地民众使用。在咧定点科技的实验计划成功了，纽约市政府开始扩大推撒，时态等到的堆肥处理厂就正式开始运作。粪扫若收入去堆肥处理厂了，先该拍好水、筛选，结果放入去堆肥仓库4礼拜，互伊发酵，堆肥的温度会愈来愈悬，一直到互病原体草啊拢无法度生存的高温时阵，结果互伊自然降温，上尾就转化做堆肥。堆肥若做好，市政府将一部分的堆肥卖互做园的业者，其他就免费分互居民、学校加社区的花园使用。若增加市政府的收入，也降低粪扫场的加饭量，一减几落个。When food scraps and yard wastes are buried in landfills, they decompose and generate methane. Methane is a very potent global warming gas. And landfills are the third largest source of methane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伫即马纽约市一年会当处理差不多35000吨到4万吨的喷，而且伫进前一年已经送出270万公斤的堆肥予民众。
唔那改善土质，会当帮助土壤吸收雨水，避免做大水。纽约市政府希望，伫未来10年回收喷的比例会让敢若亲像回收纸同款达到50%。不过也希望美国的民众会让先改善食物浪费率到40%的问题，真正达到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目标。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来看今仔日天气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2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